今日呢條片咧，絕對會顛覆你對修善積德改命嘅呢個方法咧，有重新嘅認知。原來咧9成9嘅香港人咧，如果你有學過了凡四訓，都會咧 get 錯咗個重點。所以咧，你學完都唔能夠幫到你改命，賺唔到錢，人生咧一樣喺度原地踏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enny Sir 黃希志，歡迎翻嚟法學商道。唔知咧你有冇聽過咧了凡四訓嘅呢一本書？咁有嘅話咧，歡迎咧你留言啊，喺留言區度打有，冇嘅話咧都可以打想學2個字。等我咧睇下咧有幾多朋友咧真正咧想學識點樣去改命。好多嚟學習種子法則嘅同學，初接觸嘅時候咧，我都會透過了凡四訓同大家咧去分享，如何咧可以透過善行去逆天改命。正所謂命由我創，福自己求。最近咧我重讀呢一本咧號稱為中國第一改命嘅奇書嘅時候，突然間咧有個驚醒。原來咧袁了凡可以改命咧，根本唔係因為咧佢做善事咁簡單。原來咧佢由出世開始就自帶住咧呢3個嘅改命基因。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去完整咁重塑翻袁了凡嘅改命軌跡，拆解改命必須具備嘅前3大條件。咁最後咧仲會送俾大家一個免費嘅直播福利，教你咧種種子嘅方法，落地賺錢。咁啊一定要睇到最後啦，錯過嘅話咧你一定會後悔。咁首先咧同大家咧好快速咁還原翻咧袁了凡嘅真實故事，因為咧呢個古仔直接咧收埋咗改命嘅第一個秘密。袁了凡咧個名原本咧就叫袁王啊，字學海。細個咧就遇到個算命先生，好準。咁啊呢個師傅咧將佢一生嘅福禍榮辱功名，甚至連佢咧有冇仔生都全部咧計得一清二楚。而且咧後來咧件事都一一應驗。袁了凡就覺得，既然人生所有嘢都係整定噶啦，冇任何未知嘅嘢，亦都唔會有任何嘅驚喜。每日就好似咧行屍走肉咧咁過活。咁直到佢後尾咧有一次咧遇到雲谷禪師，兩個人咧喺個山谷入邊咧對坐咗3日3夜。成個過程咧袁了凡竟然咧冇生起一個妄念。雲谷禪師咧當時就好驚奇，普通人咧一定係成日咧都俾唔同嘅繁瑣雜念纏身噶啦，你竟然可以咧3日3夜都心無雜念，簡直就係驚世奇才。點知啊袁了凡咧就好輕描淡寫咁就講啦：嘿，我知道咧我一世都係整定噶啦，所有榮華富貴都係天注定，就算啊我胡思亂想啊都冇用，咁自然就唔會生起妄念啦。咁啊禪師一聽完之後咧，當場就哈哈大笑，直接咧就鬧醒佢。佢話咧：我以為你係英雄豪傑，原來咧你只係一個庸庸碌碌嘅普通人。跟住咧禪師咧就講咗了凡四訓入邊最核心嘅一句話，佢話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咁正當袁了凡咧聽到一頭霧水嘅時候，咁雲谷禪師就補充就話：如果你想跳過命運嘅框框，其實咧你點樣去對人處理內在嘅因，係咧會改寫你嘅生嘅。佢話而你袁了凡呢20幾年，就算咧俾人啊算命算死咗，但係咧從來都冇諗過試過改變命運。你話你自己係咪咧庸庸碌碌嘅廢人？咁啊就係呢段話咧就成為咗了凡四訓嘅第一訓嘅精華。咁後邊咧仲有3份嘅章節係講實操落地嘅方法，全部咧都係建基於啱啱講嘅呢句說話。而咧我今日講嘅重點嚟啦，袁了凡可以點解被點醒可以改命？有一個咧前提叫做柔和，佢擁有呢個柔和嘅特質。呢個詞咧係嚟自一本嘅古老經典啊，叫做《一生吉祥38個秘訣》。入邊咧有38種吉祥嘅品質，其中一種咧就叫做柔和。咁啊好多咧香港朋友仔聽到柔和咧就以為係咪講溫柔啊、和氣啊、脾氣好啊、唔發火啊？咁咧你哋就大錯特錯啦。呢度講嘅柔和咧係講擁有極度開放嘅心態，善於咧傾聽勸告，隨時隨地咧都可以倒空自己個杯，准許其他人嘅思想進入到你嘅生命入邊。咁當然啦，我第一次讀嘅時候我唔明啦，咁即係咩啊？隨時接受其他人教你，咁咪講耳仔軟啊、冇主見啊，呢啲都係唔好嘅 negative 嘅嘢嚟嘅喎。咁後來咧我先驚醒，呢種嘅柔和係就算你講緊嘅嘢，原來同我呢幾十年嘅親身經歷、眼見為憑嘅嘢相反都好啦，我都願意放下我所有嘅防備心、靜心，先聽你講。咁咧就好似咧全球最頂尖嘅投資者 Ray Dalio 喺原則入邊呢本書嘅核心。極度開放嘅心態，因為咧袁了凡咧正有呢一個特質。如果佢係一種好固執、好自我、好傲慢，聽唔入耳咧人哋講嘅嘢嘅話，咁雲谷禪師就算咧佢嗌破喉嚨，佢都只會係咧當耳邊風，根本就唔會有後面改命嘅故仔。
例如你問下你自己，你平時咧係聽人講意見，定係咧即刻會反駁，定係咧願意倒空自己去聽？如果咧你係願意聽嘅話咧，請留言佑和。我睇咧下邊有幾多同學有改命嘅第一個資格。講完第一個前提佑和，咁啊第二個改命嘅必備條件咧，會令到咧更加扎心，叫做咧自省。當時禪師問咗咧袁了凡一個咧靈魂拷問嘅問題啊，你覺得你應唔應該咧能夠有仔女？呢個問題咧直接改寫咗袁了凡嘅一生。喺未遇到禪師之前，袁了凡嘅思維係：我冇仔係命中注定，同我咧完全冇關係，係外力我控制唔到，我都冇得揀。禪師問呢個問題係逼佢由外緣轉去內因嘅思考方法，唔好怪命，怪自己。而袁了凡嘅回答咧，簡直就係驚為天人。佢話其實咧我冇仔生係應該嘅。跟住咧佢一口氣講咗6個自己嘅問題，每一條咧都係自我嘅剖析，完全咧就冇掩飾。佢話：一，水至清則無魚，我有潔癖，容下一點點嘅污垢，咁啊點會咧有機會生仔咧？二，和氣先可以咧生萬物，我成日都咁激氣，發嬲脾氣咁差，點能夠咧有小朋友？第三，慈愛先可以咧生生不息，我咁愛惜我自己嘅名聲，唔願意咧捨己幫人，點能夠咧會有後代？第四，我講太多嘢啦，廢爐一樣耗盡元氣，點會咧有仔生？第五，我成日都飲酒，傷身傷氣，點會咧可以有細路仔？仲有一個啦，我成日咧都熬夜，唔識保養心神，點會咧能夠有小朋友？佢仲話呢6條咧，只不過係冰山一角，自己咧仲有好多嘅過失咧係可以修正嘅。你諗下，連生唔到仔呢個嘅人生大事，佢都可以咧反諸求己，完全咧唔怪天、唔怪地、唔怪老婆、唔怪命運，你做唔做到？例如咧試諗下，如果你而家遇到生意失敗、賺唔到錢、感情生活唔順利，生活咧好唔如意，你第一時間係會怪疫情、環境、老闆、怪伴侶，定係咧靜落嚟去問下自己喺呢件事上邊，我有咩地方可以修正，我啲咩嘅責任？咁啊，所謂咧改命嘅第一步就係先去承認錯誤係由我而出，問題喺我度嘅，命運先至會咧交翻俾你。如果你永遠咧將責任咧推俾外邊，你永遠咧都改唔到，因為咧你連改嘅機會都冇。你反正因為咧有呢一種極致嘅自省能力，先可以咧被雲谷禪師點化，先至咧有資格去改命。覺得咧啱啱呢一段講到去你心入面，你覺得好有 feel、好有感覺嘅話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咧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。我後面咧仲會同大家講最難、最少人做到嘅第3個改命需要擁有嘅前提，去到最關鍵、最隱藏大部分嘅人咧都睇唔出嘅第3個改命前提。咁呢個條件咧喺書入邊咧了凡四訓嘅正文入邊咧佢係冇咁寫噶。經過反覆研究，先至咧拆解到出嚟嘅就係咧喺順境之中，依舊擁有求上進嘅覺悟。大家咧知唔知咧袁了凡未覺醒之前嘅生活係點嘅咧？佢咧用自己庸庸放任，咁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冇事小神仙，咁啊日日都好嘆，生活咧都係悠哉悠哉好舒服噶。咁啊當年咧佢自己本身咧屬於咧士大夫嘅階層，生活條件比一般普通老百姓好好多，人生安穩。換成而家嘅香港咧，就係你有穩定工作，有樓有車，生活唔使憂，舒舒服服過一世，銀行有啲存款。但係咧袁了凡佢做啲乜？佢聽完雲谷禪師嘅話，佢主動去跳出呢個舒適圈，仲改一個名咧叫袁了凡，意思係咧終結咗自己咧渾渾噩噩凡夫嘅一生，要徹底重生，仲立誓要做滿3000件嘅好事，每日咧戰戰兢兢，就算冇人嘅地方，佢都會克制自己嘅慾望念頭，唔敢咧去得罪天地鬼神。你諗下啦，從舒舒服服嘅生活變成每一日要自律、謹慎、辛苦，換成係你願唔願意？講真啦，想當年啦，我自己做生意，經歷過3更窮5更富，成日咧都焦慮到瞓唔到覺，為咗能夠咧好好實現目標，花咗咧無數嘅錢咧去上唔同嘅課程，最後有啲有落地，有啲落咗地又冇結果。過程當中咧，又會遇人不淑，連個環境都好似咧要同我對着幹。我咧係被逼覺醒噶，因為如果我唔覺醒，就冇辦法咧繼續向前行，我生存唔到落去。但係絕大部分嘅人咧，只要生活安穩，有飯食，有屋住，一定會安於現狀。
根本係唔想改變，冇諗住要進步，亦都冇諗逆天改命。所以咧，袁了凡最勁嘅地方咧，係就算喺逆境，佢都願意去提升自己，主動尋求改命。呢一種嘅覺悟，先至係咧改命最核心嘅底層邏輯。今日咧呢條片咧，我同大家拆解咗了凡4訓真正改命嘅真相。袁了凡可以改命，唔係因為佢一開始就做善事，而係咧佢具備咗3大冇辦法替代嘅前提。第一，柔和，能夠咧有空杯嘅心態，極度嘅開放，聽得入其他人嘅意見。第二，自省，凡事反求諸己，承認責任，先有改變嘅機會。第三，順境覺悟，唔安於現狀，主動咧跳出舒適圈，主動咧想要改變。咁啊，最後咧，我想送俾大家一句金句：學生準備好，老師自然就會出現。當你嘅容器打開，上天咧自然咧就會落雨俾你噶啦。俾人點醒咧係一種嘅福氣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呢一句，請你咧終身咁記住佢啦。其實咧，好多朋友睇完呢啲嘅概念，都會嚟問我：喂，Penny Sir，咁究竟我應該點樣可以落實喺生活、落實喺事業上面先？為咗慶祝當和尚遇到鑽石喺大陸正式發行啊，咁我準備咗咧4場嘅種子法則免費實戰直播，專門咧就拆解咧點樣喺香港做生意賺錢，同時咧想活得圓滿自在。想逆轉人生嘅朋友，而家咧只需要做以下嘅動作，立即點擊留言板入邊咧嘅連結，加入我哋嘅種子法則學習群。然之後咧，每次當我有直播片同大家推出嘅時候咧，都會喺群入邊話俾大家聽噶。最後每一入群嘅朋友，我仲會咧加送我嘅企業現金流種子法則企業家常犯嘅10大漏財深層地雷。至於咧想訂購呢一本書嘅朋友，入群之後咧揾我嘅助手。2026年我哋一齊由心出發，贏在實戰。我係 Penny Sir 黃希志，專注教授空性同種子法則，輕鬆做生意，令你成為努力而不費力嘅成功企業家。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如果唔想錯過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